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是周其仁教授发表在中国经济观察网上的。周其仁教授大家知道咱们的节目也经常介绍，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不过他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比较早，2013年发表的，对吧？幸亏发表的早这文章的标题叫为什么中国的体制改起来特别难。我们看看周其仁教授他是怎么看这个事的。这文章说这不久前我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了，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再进一步问，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他说这里有不少感慨，不是吗？这中国这个要改革的体制，从1952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到1978年，总共也不过就是26年。其实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元素还在，农民要入的是基于土改而成的劳动者私产的合作社，在理论上还可以退社，农户自留地的面积蛮大的。此外，尚没有搞政社合一，没有城乡户籍控制，也没有从这个产业到那个产业这不准那不准的那一套，也就是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换句话说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命令体制应该是在1958年到1978年间形成的，也就是20年，搞成了那么一套管得死死的体制，全面管起来了。可是要改这套体制呢，从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经35年了，人们还在呼吁改革，讨论改革，建言改革，这么一个现象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然后周其仁教授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过去形成的那套体制，现在一个认识是维系老体制既得利益太顽固。这个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你改革就要动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这个蛋糕那会遭到反扑遭到阻挠这很正常。但不全是这个。周其仁教授说改革以来国民经济壮大了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壮大了。现在一件事情背后都是多少亿实实在在的利益，既得利益很大很顽固，于是改革就难了。但是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时代都有既得利益问题，一套体制就是一个既得利益格局，从来如此。改革要改游戏规则，也就是要改变经济竞争的输赢准则。游戏规则改了，原先的赢家不一定继续赢，当然不可能高高兴兴的退出比赛，总还想维系老规则继续赢下去，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也就是说你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这一点上其实差不多。既得利益者他总想对吧，按照原来的规则对我有利我在这规则上面我能赢你改规则我赢不了了，那我当然不同意你改规则。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显得特别严重？这个就跟那个诈骗一样的，电诈。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你这个诈骗全世界都有，哪个民族都有，没有吗？美国吗？没有诈骗吗？以色列没有诈骗的庞氏骗局怎么出来的？就是诈骗都有。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这个诈骗就更严重呢？而且尽是中国人诈骗中国人呢？最近这个妙瓦底，你看在多方施压下或者多方努力之下，泰国已经给妙瓦底断电断水断气，有用吗？没用，对吧？人家从别的地方又把电接上了，自己搞柴油发电机发电，所以你给泰国施压也没用。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针对中国人的诈骗，这个电诈你打都打不绝，对吧？为了反电诈，那你看看用了多少手段，断卡行动，取现金要受到监管等等，最终电诈没有搞绝，反而给这大家取钱，给大家这个用这个手机带来了很多麻烦。一个电诈基地被摧毁到马来西亚去，他又转到菲律宾去了。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问一下，这是为什么？就为什么针对中国人的诈骗就这么翻信未安，就这么春风吹又生？这就跟周其仁教授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什么中国的既得利益那显得特别严重呢？这个周其仁教授说我的看法，计划命令体制不是从实践中自发建立起来的，它是按照一种理论构想，按照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构造出来的体制。如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来处理，那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他说发达国家的市场里是出现过一些大公司，但是要让公司大到覆盖国民经济，以至于可以消灭全部的市场关系，完全靠看得见的手来配置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那还是要差108000里。他说但是一旦把这么个超级国家公司说成社会主义
唯一形态，谁能随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义的大词汇，碰不得，只好拖来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他说，所以啊，恐怕还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了大词汇的既得利益，才特别顽强，特别难以触动，谁也碰不得，一碰就成了反社会主义。50年代中国还有一个罪名叫反苏，本来是怎样搞经济的问题，非常实际的问题，水路走不通就走汉路，高度依赖经验和实践效果，要是意图老也实现不了，不妨考虑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词汇当头，点点滴滴改进的难度骤然变大，一静一动之间好像都触犯了制度底线，既得利益就变得很僵硬。而推进改革首先要回到经验的基础上来，也就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理想要坚持，但究竟怎么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也要根据实践效果来调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合一，非要搞得种田的人吃不饱饭才叫社会主义，久而久之啊，人民对那套大词汇就不会有信心，也不会有兴趣。这就和这个春节档电影一样，对吧？整那个爱国流量，你再割爱国流量，吴京割了一回，加藤老师割一回，是陈凯歌割一回，你再割就实在割不下去了，说不过去了。什么侠之大者，什么蛟龙行动，群众只好拿脚投票了。那个侠之大者还有那个蛟龙行动那个导演呢，抱怨啊，说很多人恶评就打1分，所以导致这个电影的口碑啊下降。有网友就评论了，打1分那是因为最低分就是1分，如果最低分是0.1分，那大家都打0.1分，你就高兴去吧。宏大叙事啊，大词汇啊，已经遭到反噬。这周其仁说啊，其实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就是各种经济体制啊之间互相比拼。实际上比拼的是什么东西呢？比拼的是纠错的能力，因为每个体制它都会犯错，都有走不通的时候。那好的体制呢，就是它能马上纠偏，改正错误，调整方向。周其仁说啊，哪有不出错的制度？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有会出现经济危机，牛奶要往河里倒。这些人说啊，哪个体制都会出错。过去啊，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就是我们一切的按计划生产，就不会有经济危机嘛，对吧？你牛奶按人头算，你就生产这么多，怎么会有经济危机呢？对吧？你的鞋子一个人1年2双，你就照这个生产，对吧？一切给你计划起来，不会出现危机。实际上说，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也会出现错误，否则为什么要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苏联在乌克兰搞的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对吧？咱们也有3年自然灾害，这可都是计划出来的。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他说，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改革无非是系统性纠错。他说，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自动变强了吗？实践中还会出现一个新的偏向，叫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这不就是sinh产是遥遥领先吗？这不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吗？这不就是国之重器吗？这不腰杆子就挺起来了吗？这不就要战狼了吗？这是周其仁啊，12年前的文章，说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说想来想去啊，答案是不行，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3个层面。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我想去年啊，2024年，大家已经稍稍体会到了一点，什么叫社会矛盾连锁爆发。从苏州到珠海到山东，从校园门口，对吧，到体育场，到公园，到后来的街道啊，关心5师人员还有8师人员，这实际上某种侧面就体现出社会矛盾已经是连锁爆发呀。这个周其仁教授啊，他列举了很多例子啊，他说啊，可以说这么大个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也总有偶发因素，纯个人的因素，就是针对社会的负面新闻啊。他说不过个人感受，这
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他说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的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他说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来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就是你手中的权力稍微利用一下，你就能有10亿、几十亿的收入，这个是不是权力本身就太大了，对吧？现在你看啊，一个随便的厅级贪官，都是多少亿起步啊？前不久央视不都放了吗？那是不是说明他们的权力太大？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面积就是几万吨存粮。他说网上议论向着天下粮仓的方向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调查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我不过以过去的经验推断，仓储存粮数目过于巨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总有某种间接的联系。按现在财政对粮食的补贴，到每户农民头上的还不算多，但总量已经不小，这对粮食总供求当然有影响。不补贴呢，他说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烦，就是两难境地啊。就是补贴吧，这个数字不小，容易被别人贪了；不补贴吧，那农民的收入、粮食的生产也会受影响。他说出路之一是适度提高粮食种植经营规模，为此需要进一步理清土地承包权，发展农地转让权。就是说啊，需要土地制度方面进一步改革。他说延缓地权改革，只靠粮食补贴，财政能力是一个问题，补来的粮食压库，社会成本过大，管理负荷过重，怕是过不长久。他说经济发展当然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权益。这些不同权利之间的平衡不可能仅靠各方自觉就可以自动实现，要由政府来充当履行市场合约的第三方。这个文章虽然是13年前写的，但是你看看，对吧？巴西劳工事件那都是民营企业，我们的劳工在巴西人家认为这是奴工啊，是奴隶啊。也就是说10几年过去了，我们民营企业对工人的权益的保障那还是停留在嘴上。周先生说啊，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的时候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所以现在论改革，还不是摆开架势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的问题。然后周先生说，第二个层次说，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你看啊，也就是人变了。10年前社会的主流人群是谁？10年后又是谁呢？我就举个例子啊，大家对比一下。10多年前成功人士，互联网那是马云、马化腾、刘强东；房地产呢，许老板、万达的王老板、融创的孙老板、万科的王石，是不是这些人都是叱咤风云？这些人对社会、对制度的理解是一个样子。那现在呢？你看现在正在走向台前的是谁啊？是字节跳动张一鸣，是什么 DeepSeek 的梁文峰，是什么黑神话悟空的那叫什么？是拼多多黄峥。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已经开始切换。上一代人坐牢登缝纫机，退居幕后闭嘴。新的一代人出来了，他们是两种人啊，不太一样。这就是周其仁教授说的，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你能说这个梁文峰的这个价值观或者对社会的这个理解跟马云一样吗？跟马化腾一样吗？所以时代它在变。周其仁说啊，他说比如说我对经历过动荡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预期值又是什么？
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显然啊，他肯定比上一代人要更敏感，因为他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这就是网络发展，这就是自媒体，这就是这个社交平台发展。人们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啊，更加关心自我的感受。你再拿什么集体，拿什么来忽悠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对啊，就像现在你跟孩子说啊，哎呀，你吃东西不要浪费，那过去60年前还饿死人呢，他理解不了啊，他生下来就不缺吃不缺喝的，就营养过剩，然后你老跟他提饥饿，对吧？饥饿，他没办法感同身受，他没办法叫同理心呐。所以你看啊，国家老提粮食安全，那对年轻的一代来说，他就认为这个不是问题。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的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这个那是必然的啊，叫与时俱进呢。不要说国家，也不要说制度，就连我们个人，你都不能固步自封啊，不能停滞不前，你都要与这个社会潮流啊保持一致，活到老学到老。什么叫活到老学到老？说白了，活到老变到老，对吧？你要适应这个潮流，你不能停留在2024年，你也不能停留在2022年那个状态。周其仁说啊，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啊。第三个层面说，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内，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这个放至现在看还是这么回事啊。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人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的法定的不合理。就是如果这个法大家都遵守不了，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反过来看，这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这个周其仁教授啊，他举个例子，他说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可是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但是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啊，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对吧？就像那个地保老人一样的画红线，是不是你的红线画错了，你把红线往后挪一挪，大家都舒服多了。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越法规或越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都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但是不少城市都有黑车，为什么？常常是白车经营的门槛过高，负担太重，凡白车服务不到的地方，黑车常常应运而生。这确实是这样啊，但是现在黑车已经被网约车全部取代了。他说再看所谓的小产权，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单单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业？还有早就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了多少黑户？挺大一个小伙子，交谈几句就告诉你他是被罚了几十万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就是计划生育啊，但是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变了，10年前的文章啊。他说这些被罚款的人，他们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怎么看？他说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很热闹，可走进生活，哪种利率模式现实里没有？他说所以啊，法外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它对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的纳入法内框架。他说否则啊，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他说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内来。在这3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10年前的文章啊，我们对照一下，过了10年，产生什么问题了？所谓的大麻烦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这种窒息感是不是已经如影随形，泰山压顶？就是大麻烦这种
现在还行吧，基本上稳定啊，不仔细看还是一派繁荣景象，歌舞升平。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压力很大。10年前，年轻人看周其仁教授这篇文章，他恐怕还是刚毕业，或者是刚走上工作岗位。但是10年后，他现在恐怕是背着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就是周其仁教授说的新一代。哎，这个时候30多岁，又面临要失业，上也老下也小，还有房贷，对吧？这年轻一代，你说他是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更年轻的一代呢？现在20来岁的00后，大部分人他看不到希望，他根本就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这个世界似乎跟他无关，为什么呢？房子他也买不起，工作也找不到，再混2年啊，他就变成了叫什么无用的人，叫无用阶级，马上就要自我否定。你说这样的人，他又是怎么看待这个社会？10几年前啊，就业压力还没有这么大，虽然工作也不好找，但不至于像现在这么惨。毕竟10几年前啊，那些网约车、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正是雨后春笋一样，对吧？小米还在初创，你现在回头看看，这都是不错的。你现在再比较一下，现在还有这样的企业、新生的企业出来吗？似乎看不到。你说吹得最厉害的 DeepSeek， 它一共才150人，你扩大10倍，它顶多1500人。所以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压力更大？但是周其仁教授说的，你看这个制度没有什么太多变化，但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主体的人群，他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多。也不要说他期望高了，他连现在的生活他都没办法满足，所以社会就像一个高压锅。但是反过来呢，老年人，对吧？有退休金的，朝气蓬勃，生无可恋的中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周其仁教授说啊，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所以后面啊，是不是就出现了躺平一族？我记得这个喉舌啊，官媒有一阵子还在批判躺平，对大家有印象吧？实际上躺平就是不和你玩了，对吧？我自暴自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躺平大军了，这个才叫是最大的失败。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